最初睜大眼睛，看到身影不懂認，然後我大笑大喊不停，旁人極高興，是我首次能任性，似想畢生的眼淚要盡快哭清，也許感到在世間路程全是山高水深的險境。人其實怎麼長大，怎麼懂性，有哪位必須尊敬？為何要說話無權大聲，只聽指令？為何是值得公聽？那個教曉我是什麼叫做友情，何謂傾出知性？我何日乍醒，終於懂得愛情，暗裡喜歡性，最怪得要命。最初哭了便誕生，已很想去問大人，誰令我在這世間光臨，從來未應允，為那種意義降生。我該開心亦慶幸，每日每天等到終點以後，我的靈魂還未知可會再踏紅塵。人其實怎麼長大，未必懂性，已說靠英文取勝，為何要我學明朝歷史便會聰明？學完什麼懂感性？那個碰缺腳踏到最快會盡興，怎麼有需要與我隊友爭勝？其實為什麼長大，什麼保證我有競爭的本領？曾也想過能做什麼活得光榮，令人值得尊敬。我也算生性，但什麼叫做世情？難道一生旅程要連續晉升？找到錢找愛情，我會否心領？